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为了介绍归仁区好吃好玩的地方，区公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并首次公布美食景点地图，同时也和旅行社合作推出一日游，希望透过这样的规划，让全国的朋友都来认识归仁区。为将归仁好吃好玩的地方介绍给更多人，归仁区公所自110年开始规划办理归仁美食3部曲行销系列活动，最后的第3部曲闺蜜出游去美食景点套装行程，以及玩味归仁美食景点地图，就在5日这天正式公布，介绍大家品尝最好吃的归仁美食、在地风味以及最好看的归仁美景。那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甚至要去购物，归仁都是一个天堂。来归仁生归刚，使得您一来再来。区公所也特别贴心设计了美食地图，就能得知归仁地区美食美景的推荐资讯。归仁美食地图，我们有规划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一日游、2日游都安排好的特点。那有先进的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游览，那也包括有所谓农村归农站的导览，包括七甲花卉的导览，这个可以1日游，也可以2日游。除此之外，另外我们有 QR code， 那 QR code 的特点是在于中英对照，方便让台湾的友人，包含外籍的友人，都可以很方便的经由 QR code 的扫描，经由我们美食地图的一个导览，让他们很方便就可以寻觅到归仁好吃跟好玩的地方。而且美食地图不只是服务国人同胞而已，就连英文的介绍也有，方便外国朋友查询。真的很好用，因为扫 QR 会给你很多的 information，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的东西，还是你想要去的地方，这个会给你。记者会现场刚好有雄狮旅行团从台中出团来台南玩的民众，问到他们觉得台南的料理口味如何，他们表示适合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觉得它物超所值，然后推荐大家一定来归仁玩，尤其要来阿菊食堂吃这个中餐，超棒的。今年台南入选2022米其林评鉴城市，归仁区公所透过美食行销3部曲活动，以实际行动行销在地美食，借此提升美食店家的知名度，也期望归仁的美食未来有机会能够进入米其林指南或者是必比登推介，能够让更多人发现归仁的好味道。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为了帮助受到莫拉克风灾影响的原乡农民，前镇区镇农里长每年都会举办义卖会，邀请果农把水蜜桃等农产品载到里内，让民众一起来选购。而今年高品质的产品吸引许多人前来抢购，短短几小时就销售一空。手上拿着一盒又一盒的纳玛夏水蜜桃，生怕晚一点就抢不到了。位在前镇区的镇东里，每年举办的原乡农产义卖会，带来多样的原乡农产，总是会吸引许多人潮。而清晨新鲜现采的水蜜桃，更是民众的最爱。他们的农产品很好吃啊，他们的那水蜜桃，我去年有来买啊，很甜啊。今年更多人来，有的都托我买。我今天呢，我买差不多十几盒，它的水蜜桃很好吃，水分很多。虽然今年水蜜桃产量较少，但是区长挂保证，甜度与水分都非常足够。而正是这样的高品质，才养出了这么一大群的回头客。才刚卸货，民众就开始抢购，将近400盒的水蜜桃，一下子就快被扫空。当然啦，当然好吃啊，新鲜呐，东西就是这样新鲜。那今年水蜜桃虽然量少但是它因为气候还有这个雨季雨量都是非常的适中，比较大颗，也水分也非常的甜欢迎大家多多的订购。那我们今天除了带水蜜桃之外我们也有带龙须菜、黄肉梨、红肉梨还有蜜梨这些当季的蔬果连续举办多年的义卖会，不仅有香甜可口的水蜜桃，还有龙须菜、红肉梨等的农特产品，让民众假贺到舍本，人潮一年比一年多。里长与果农们看到这样的盛况，都纷纷笑开怀。莫拉克风灾、88水灾以后，
每一年我们都会帮他们销售纳马夏热带水蜜桃，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真的看到这个样，大家盛况空前的大采购，真的非常的开心，比我赚了100万还开心。为了照顾受风灾影响的辛苦果农，镇东里长每年举办义卖会，光是一场产值就将近70万。而来自原乡的高品质农特产品，也早已成为了附近民众每年必吃的好滋味。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因应少子女化，台南市府北户政事务所结合新济公，共同推出幸福好运金产支，要来送给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呼吁他们要赶快生产报国。台南市大观音亭主事观音佛祖，两旁奉祀的有月老公与诸神娘娘，是人民求子与求姻缘的信仰中心。平时香火鼎盛。因此，府北户政事务所为了提升人民的生育率，特别与大观音亭4点新济公合作，推出幸福好运金产支，并于日前举行加持仪式。非常感谢咱迄个行政宫和咱府北户政事务所会当合办这个幸福好运送金产支的这个活动吼，就是金产支就是赶紧生囝的这个意思啦吼。非常感谢即马就是讲吼，即马开始，迄个也出示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府北户政事务所登记的人，迄个行政宫就会送伊这个金产支啦。希望讲送这个活动呢，互这个咱年轻的这朋友呢，欢喜结婚，欢喜来用，欢喜来生，安尼吼，来增加咱这个人口啦。非常感谢咱行政宫伊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支持啦吼。非常感谢。幸福好运金产支就是要送予咱这个来登记结婚的这个新人吼，要祝福因吼，赶紧来生囝，吼，赶紧来生囝，吼，所以这个。幸福好运金产支真正有意义啦！在民政局长江林煌与大观音亭4点新济公董事长吴福春的带领，包括府北户政事务所主任、北区区长与多位民意代表，共同向观音佛祖与诸神娘娘上香祈福，完成加持受赠。民众只要到府北户政办理结婚登记，而且新人当中只要其中一位户籍设在北区，就能获赠金产支，预祝早日得子。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全国TOTO杯少棒赛日前在台南进行冠军赛，高雄市小将最后7局下以再见安打逆转胜，中场以7比6击败桃园市，而获得亚洲杯台湾区的代表权。根据了解，这次高雄队的成员主要来自中正少棒队，阵容相当的坚强，也为高雄争光。中正国小的棒球队，球员们围成一圈，搭上队友的肩，喊声加油，提振球队的士气。高雄市中正国小少棒队历史悠久，创队已经超过了30年，征战大大小小的比赛，佳绩不断。日前在TOTO杯全国少棒锦标赛，经过激烈的厮杀，在分数落后的情形之下，逆转比赛，夺下全国冠军，取得初赛亚洲杯台湾代表权。他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觉得说，不管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那累得很累，只要累，我们也要练习，我们就是要拿出你们的精神。比赛一样，不管我们是输还是赢，我们还是要拿出精神来。从练习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们就是坚韧的意志啊。不断勤奋的练习、热身、打击手背、战术演练一再重复，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太阳，这群小平头总是在球场准时出现，备战比赛，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要赢，一定要赢。到了什么样的目标吗？世界冠军。打到冠军的时候就可以出国去跟别的国家比赛。出国比赛代表台湾拿下世界冠军是这群孩子们共同的目标，而球队幕后最大的功臣，则是总教练游生平以及校长吴宣明，在资源不足的情形之下，带领小球员们打出一片天。看到我们的总教练竟然是以前我们在电视里面
看到的这样一个选手，而且他又都是清清白白的，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很棒。那所以当然这么棒的教练选手愿意来学校担任教练，那我们当然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他。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免打乱了练球的节奏，但中正国小少棒队依然还是端出好表现，希望能够一圆世界杯冠军的梦想，为中正国小留住历史性的荣耀。世界冠军，加油加油！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森宝集团在2019年独家引进日本美食，3家分店都在台北地区。不过，因为台南一直以来和日本维持不错的情谊，所以这次选在台南成立第4家的分店，要让南台湾的民众也能够享受到传统的日本料理。13号上午来到安平区的顽固和食安平会馆，森宝集团在2019年引进台湾的日本美食，并成立顽固和食的餐饮品牌。海外的前3家分店都开在大台北地区。5月13号，有许多的贵宾一起来到现场，参与台湾第4间分店的开幕。帅嗰種，因為城尾有其他各種事業嘛，餐廳也是一個事業啦，所以我感覺台南這真好嘅所在啊，所以來創一個台南嘅日本餐廳。尤其咱在日本餐廳在台南人甲日本嘅這觀念足活咱台南就是講古都嘛，伊這料理嘛最行倒過來關西啦，所以應該會下。另外因咧講嘅嘛，毋是干那食物件爾，迄是一個文化。日本嘅和食文化嘛是世界嘅迄個真出名，所以這是一個真好嘅題目阮想來把一個好嘅料理文化帶來台南，讓大家享受啊。顽固和食所有的餐點全部都秉持着100%原汁原味的飲食文化。安平會館開幕也邀請到日本當地的料理長立原隆昌先生來到台灣，要讓台灣人也可以吃到正統的日本當地口味。搁再來選擇台南伊台北本來就3間啊，但是呢一個就來到咱台南我想咱頭仔講美食呢是咱台南的特色，其實呢台南呢是日本元素上濟的都市，所以呢咱這個華食具呢會當佇遮來這個扎根這是對這個後擺的眼科啦會當大大發展的一個所在。那米其林嘛選擇咱台南市，所以咱迄個陳總裁的睿智眼光佇遮表示肯定跟感謝。顽固和食安平會館是採用全部預約制，一方面可以控管人數，讓每位消費者都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服務。歡迎民眾可以透過官方網站、電話或是 Facebook 提前預約前來用餐。記者劉品言台南報道。对印度料理，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辛辣或是重口味，但其实印度料理是有很丰富的口感。以下要介绍的这间印度餐厅，他们的料理就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北印度风味，要用温和有层次，打破一般人对印度餐的刻板印象。一只只用优格与超多样的印度道地香料长时间腌制的鸡腿，红彤彤的外观，光是看着就很能挑起食欲。料理前抹上一点油后，串在铁杆上，放入火热的柱状土窑炉中烤香。这道经典的印度国宴开胃菜坦都里烤鸡就完成了。坦都里鸡腿我们有刀腰那个是鸡腿回来，那个腰那个蒜头那个是姜要一起到24个小时。然后腌制完成之后呢，会再拿出冰箱来之后，会用坦都窑传统的坦都窑下去串烤，然后串烤大概10到20分钟，然后它吃起来就是有很重的辛香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里面的肉汁都锁在里面。
而尝完了开胃菜，接下来当然就要来份道地的印度咖喱。老板推荐的羊肉咖喱也是使用了丰富的辛香料作为基底，但却出乎意料的一点都不辣，而是有着温和的口感以及多层次的香料风味，配上用烤炉制作的酥脆烤饼沾着吃，让人停不下来。我们做那个是羊肉中的香料咖喱跟双味的烤饼。哎呀，都是我们目前就是蛮多客人会点的。那羊肉这种香料，它里面就是用了很多种的香料下去炖煮。哎，然后那个蒜味烤饼，它有那个蒜味跟其他香料的一个辛香味道。老板所推荐的餐点都不是台湾传统印象中让人辣到冒汗的印度料理，而是更温和、更深厚的风味。而这就是北印度料理的风格，虽然在台湾比较少见。但老板说，这在他的家乡可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北印度是有比较 international、比较国际的是菜，有你也去那个 Japan， 你也去美国，你也去英文，那个你去新加坡，你去马来西亚是全部是北印度比较多菜。因为北印度料理它会用更多的香料，相较南印度料理，那南印度料理会单纯就是比较重辣咸，对，所以其实，在台湾应该很多。如果我们推广北印度料理的话，应该是很多人会接受的。但其实台湾北印度料理的餐厅比较少，所以老板也是希望透过这间餐厅去推广北印度的一些香料文化。这间店的印度籍老板与厨师因为志同道合，决定创业，不走一般餐厅迎合台湾人口味的路，而是坚持最正统的印度料理，让台湾人领略香料的世界。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财政部南区国税局9楼自从推出艺文展览区之后备受好评，即日起到6月底也推出林秋红的油彩个展，画出35幅大台南自然景色，也让参观民众在严峻的疫情当中感受放松疗愈。热爱大自然的林秋红，这次画作主题都是来自大台南各地的风景名胜，用油画来真实呈现艺术之美，相当逼真。林秋红参加台南市美术学会等许多画会，所以受邀在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的展览首日也亲自导览，吸引许多画会的好朋友来捧场。认为欣赏他的画作，在严重的疫情当中，像是置身在大自然环境，可以放松疗愈。林秋红老师的作品，真的非常的疗愈哈。那他是到各地去写生，那从他的画作当中，等于你到那个环境哈去游览一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心情非常愉快。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到外面去走一走。没办法到外面去走，但是我们看他的画，就好像到那个地方游览一番，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来参观，是非常好的作品。这个画风它是有写实跟写意的创作方法。那我之所以喜欢画画，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给欣赏者在欣赏之下。心旷神怡，身心非常的疗愈，然后又非常喜爱这种艺术的美感，也希望这些景色能够大家欣赏之下，还可以当地去欣赏，造就每一个地方的观光业的繁荣。曾经在公教美展获奖的林秋红，这次在南区国税局以缤纷异彩为主题，展出35幅作品，将一直展到6月27号。欢迎所有朋友来欣赏，也感受画作所呈现的生命力。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为让长辈体验专业的健身运动，高雄市新下里和一间健身房合作，开设专属于高龄者的课程和器材。里长表示，这里和社区关怀站不同的是，这边的器材可以加强运动的强度，让四肢肌力更加紧实有力。
在健身房里，长辈先跟教练做暖身运动，接着让长辈自由活动，挑选各式健身器材，有上半身的上拉、下压和扩胸运动，也有下半身的抬腿、踩踏运动。每个器材长辈都一一尝试。在家里是用手用肩颈拉而已啊，这个有器材拉比较有效果，有出力啊，有出力那手就会比较健康啊。长辈来到健身房尝试健身，教练都会在一旁指导长辈的动作、姿势和用力的技巧，再配合呼吸调整速度，再慢慢增加重量和次数。有点酸痛就休息一下，不要勉强。都还蛮适合我们长辈平常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动作，比方说推东西啊，或者是拉门啊这样子啊，然后这个重量也不用太重啦。一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运动经验的话，我们会调整，大概可以做12到15下的重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银发族他们就不喜欢来健身房，因为他们担心说是不是做这器材会受伤。但事实上，其实银发族会更需要肌力式训练，对他们身体的未来就是说，可能年龄越高，可能会需要到的肌肉会更多。随着高龄长辈人数越来越多，长辈的身体状况也越加受到重视。新下里里长在申请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和这家健身房开设乐龄团健身课，希望有更专业的健身教练指导长辈运动。在刚好我们旁边就有健身房这由我们专业的教练来设计长辈们适合的运动。他们会调整他们的强度由专业的教练带他们来运动可能他比较不会说运动受伤同时也会事半功倍的效果。会来健身房运动的大多是年轻人，但里长和这家健身房合作，让长辈走进健身房里，体验高强度的运动，挑战运动健身的另一种境界。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增进据点志工的教学能力，高雄市社会局开办一堂亚克力彩绘课程，学习如何运用水彩笔和亚克力颜料画出有渐层的色彩。日后就是要教长辈在玻璃、木板或是布料上面创作出更多美丽的作品。老师先教学员用水彩笔沾亚克力颜料，上面沾红色，下面沾黄色，中间再沾点白色，画出来的花瓣就会有色彩渐层的效果。再配上叶子和枝干，这样的画法技巧就可以画出各式的花草。还有向日葵，那个都是最基本的笔法，然后长辈很容易就可以去学习的。对，就是会教他们最基本的笔法，因为最基本的笔法就有点像逗点啊、水滴啊，然后这样子，其实长辈就可以变化很多种不一样的花的创作出来。而在台下的学员其实是来自各地关怀站的志工和里长，他们来这里学习这种花草的画法，大家一笔一笔的画在纸上练习，也用不同颜色搭配，看看哪种色彩的渐层效果最好。是照老师的一些口诀啦或者是那个我们自己画的一些，就是自己练习的一些经过这样子用把它想说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教长辈这样子。其实我们长辈很喜欢，你不要看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潜力，也很有发挥力，你只要给他一个影子，给他一个点，他能够做得比我还好。这种亚克力颜料可以附着在各种物品上，像是玻璃、木板或是布料上。老师希望志工在学习这种画法之后，回到据点可以教长辈先画在这些回收物上，让旧东西有新意。我会去推这个到社区，最主要是社区会有很多可能二手的衣服啊。我们就换那牛仔裤，那可能把牛仔裤当成在一个袋，把它做成袋子，那是不是就可以在就是废物再利用就变成黄金。当初来报名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各个据点那么志工那么踊跃啊。其实这个疗愈心理的一个课程啊，就是对大家的身心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据点志工每次都要变换新的课程，才能够引起长辈学习的兴趣，所以自己也要利用机会向老师多学几招，让长辈更愿意来关怀站学习新事物。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我是郭文吉，我们再会。